以我的歌声里一曲走红的曲婉婷，预计今年将再推新专辑。当年因缘际会与一个男生相遇，让曲婉婷写下《我的歌声里》，点阅率1年内破亿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创作才女。但其实为了实现音乐梦想，曲婉婷曾经也背负家人反对的压力，还为了自赚费当过清洁工。曲婉婷 More than a friend。Baby, can't you see you're more than a friend to me？ 这个磁性浑厚的嗓音又回来了。曲婉婷抱着吉他自弹自唱，新歌抢先曝光。歌手曲婉婷 vs 摄影师，很好，很美，为新专辑拍照，透肤上衣配长裙，扎起头发像个娃娃，但一停工，走起路一跛一跛。原来私下的她不常穿裙，笑说高跟鞋好折磨，爱的是裤装，个性就像男孩。曲婉婷一个人，其实我也是一个人，每天渴望多一个人，头发没梳，眼线没补，也不在意，只要一架钢琴或一把吉他。曲婉婷最享受的就是音乐，新专辑挥别上一张的电子风，回归弹唱。歌手曲婉婷，电子是有一种很嗨的那种氛围，但是可能在巡演的时候，现场 live 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就是弹唱和 band 的团员一起那种互动，我觉得就少了很多，所以就不是很爽在台上，所以我还是要吉他、钢琴、唱歌一起演出。曲婉婷，我的歌声里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这应该是大部分的人认识曲婉婷的起点。曲婉婷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原本用钢琴伴奏，曲婉婷换吉他轻柔弹唱，仍有满满情感。我的歌声里，2012年推出，点阅率1年内就破亿。萧敬腾 vs 梁汉文 vs 黄小琥 vs 张惠妹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从天后阿妹到金曲歌王萧敬腾都唱过，藏在曲婉婷歌声里的故事，是某年她从加拿大回到故乡哈尔滨，去乐器行买吉他，遇到一个男生。歌手曲婉婷，他有给我事情，他的但就让我觉得他非常的懂这个音乐，而且他特别热爱音乐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去那个乐器行弹钢琴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弹吉他。曲婉婷笑说，就像经典电影《Once》的真实版，弹吉他的男主角邂逅了会弹钢琴的女主角，因为音乐结缘，却始终停留在朋友。曲婉婷，我的歌声里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。歌手曲婉婷，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男朋友，他也是刚分手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，当时非常好的一个友谊。他就说了一句，比如就特别像你会存在我的歌声里这样的一句话。故事的结尾成为一首歌，曲婉婷的作品容易引发共鸣，就是因为灵感来自曲婉婷。爱的海洋，我只是需要一盏灯，一架钢琴，一支麦克风。歌手曲婉婷，我从小就是喜欢唱歌，然后跟家人也讲过，我想成为一个歌手，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就被 NO， 应该是5岁吧。可能是尤其是像我家人这个年代，他们都会觉得就是1万个里面
可能有那么一个吧。曲婉婷，爱的海洋，身在他乡，志在远方。你的爱让我坚强。于是，哈尔滨女孩16岁远赴温哥华学商，但没兴趣，毕业一度都成难题。加上感情受挫，孤单的只能透过写歌抒发。无奈喜欢音乐，无法获得妈妈支持，为了自赚费，还当过清洁工。歌手曲婉婷在清洁的时候，我还是挺心酸的，但是我知道，这个是为了我不去花我母亲给我的那些学费的钱。人在最低谷的时候，那你下一步只能往高走了。曲婉婷 Drenched,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, I can hear you cry for a little bit more of you and I. 心酸但不放弃，曲婉婷毛遂自荐，终于被加拿大音乐公司相中签约，就连香港导演彭浩翔创作电影《春娇与志明》都被他的作品启发灵感。歌手曲婉婷做完一首新歌之后，给公司的人听，或是朋友在听。如果他们反应，第一反应不是像我想象那种太棒了，我会说，要不再听一遍，多听一遍会不会好一点？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，那就 OK， 抱歉，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喜欢，肯定还有别人喜欢。曲婉婷，我为你歌唱，爱是一种信仰，带给我力量，我愿为你而歌唱。正能量也是曲婉婷想传递给歌迷的。5岁就萌芽的梦，她没有停止迈进，音乐路上勇往直前，写自己所唱，唱自己所写。